咦，你睇買咗啲乜嘢啊？我啲細路話想食西餐，嚟買幾碟中西冷扒喎。哇，好高膽固醇㗎喎！偶然一次唔怕啦。我係成家人啊，定係都會做身體檢查嘅。使唔使定期做啊？嗰啲都市殺手病，好似癌症、心臟病、糖尿病咁犀利，定期做會放心啲。係啫，當然要買嘅嘢啦，定期做啊！呢啲錢啊，慳得㗎，及早發展先至有嘢嚟講啊嘛。嗱，不如嚟我哋開嗰間，只係330蚊起啫嘛。好。如果佢講得高啊，你檢測咗先，你有實際嘅意見，好多政府部門大機構點樣檢查都係揾我哋做嘅。呢啲都做得過喎，唔使乜講，因為自己專業嘅醫生、資深嘅化驗師同放射診斷師，之後做完身體檢查咧，醫生仲會詳細講解翻份報告喎。如果之後諗到啲問題嘅，隨時打我哋醫生諮詢都得㗎。講我又講咯。係啊。好多㗎，例如 X 光啦、血脂分析啦、糖尿病測試啦、甲狀腺功能測試啦，呢啲前期嘅身體檢查都有啦。但係呢度仲有啲地方係當埋癌症測試，我打過去做過，將4位男性年前嘅前列腺癌嘅測試，係俾女性嘅柏氏圖門啲檢查，所以佢哋檢查咧係由醫生做嘅噃。其實呢個身體檢查咧，都比私家醫院平1半以上，收佢都只係300-300蚊起咋。呢啲咁平嘅，都唔算嘅醫生化驗師咯。我成日同啲朋友講，健康顧問公司啊，超傻的㗎。聽你咁講，真係從來冇試過入咗個身體檢查㗎。不如叫埋老公一齊啦。嘥氣啦！次次同我講，一係又冇時間，一係又寧願我都冇晒。咁又可以放心喎。嗱，呢間中心喺港九新界都有嘅，北角、中環、西環、香港仔、旺角、荃灣、元朗、將軍澳都有㗎。好方便，我都揀咗好多時間做身體檢查先。健康醫療顧問有限公司經驗豐富實力雄厚，只需要338蚊起，就可以享有既專業又便宜嘅健康服務。係下8間全新超級健康大世界，有專業醫生。